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啊，我写完了。我也写完了。哎，糖糖姐姐，你刚刚准备出去是要去哪里呀？哦，我约了海苔哥哥要去打羽毛球，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啊？糖糖姐姐，你要打羽毛什么啊？羽毛球是羽毛球的意思。如果多了你们的话，啊，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来玩 Sam Pick Q。Sam 是外国人吗？不是了，点点。Sam Pick Q 是躲避球。我想玩躲避球，我很厉害哦，在班上玩躲避球，我可是第1名哦。啊，不要了，我很怕被球打到哎，还是玩羽毛球了。哎呦，还是躲避球好啦，羽毛球啦。哎呦，怎么连这样也能吵？你们再吵下去，天都黑了。不管是羽毛 Q 还是 Sam Pick Q 都不能玩了哦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Sam Pick Q 躲避球。Sam Pick Q 躲避球。点点，我们来玩 Sam Pick Q 好不好？啊，哎呦，我们只有2个人怎么玩啦？哦，对吼，那不然我们找全部的哥哥姐姐一起来玩 Sam Pick Q。哦耶！羽毛 Q 羽毛球。羽毛 Q 羽毛球。糖糖姐姐，你会打羽毛 Q 吗？当然会啊，大家都说我的羽毛 Q 打得很好呢。哇，这么厉害，那可以教我吗？没问题。羽毛 Q Sam Pick Q 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我亮。